在今年5月，立法院修法开放同性家庭收养共同收养无血缘的囡仔。在过去呢，这同性家庭敢若会当透过其中一人的名义去做收养囡仔，另外一个是剥夺有囡仔的侵权。在修法了后，今仔日有一个同性家庭总算获法院裁定通共同收养囡仔，这做修法了后的头一例。怎么了？那侵权目前是在遗卢手上，所以我是完全没有法律上的保障。那如果遗卢怎么了，我们家阿阳他会同时失去，不止失去他的妈妈，也失去他的妈咪。同性家庭遗如甲遗龄，过去因为法律的限制，剥夺共同有囡仔的侵权，一直到今年5月，立法院修正司法院第718号解释施行法第20条，开放同性家庭共同收养囡仔。而司法院总算裁定2人通共同收养囡仔。登记帮助因的民间团体表示，因是修法了后，头一个成功共同收养的同性家庭。我们2021年4月的时候，第一审被驳回以后，还要再抗告到第2审。然后第2审的法官也经历了开庭，然后要去跟法官说服。加在因有等到修法，伫遗如甲遗领进前，只有同性家庭为爸甲苗爸透过拍官司，伫还未修法的时，成功收养无血缘的囡仔。不过，即阵同性家庭若是要家己生囝，也是有难关。像女同志自己有子宫，台湾的同志要拉着行李箱去出国做人工生殖，没有办法在台湾做。那未来我们就是希望人工生殖法可以修法。目前台湾人工生殖只有开放予未生的夫妻来做，收费15万到40万。同性家庭若想要做，就要开2倍到3倍的费用去国外做。那男性组成的同性家庭，佫有牵涉到修法开放代理孕母的问题。民间团体表示，这个困难都是未来因要拍拼的方向。记者郭美珍、准由台北报道。